nhớ im không rồi chị đây thấy đi về không nhớ im mà không sòn rồi hả hả cà phê ship rồi đấy à hả一个手机一个闹钟的，闹钟关掉，手机也没关。那什么才叫得起来？爽才起来。啊，这个不要拍了。看我鞋子。我毕生3个梦想，就是买一个进口车，娶一个好老婆，然后买一块田自己盖房子，就3个梦想。来，乖乖乖。是该放弃，没有人能了解我现在的心情，想看你，想躲你，难以决定。每当我想靠我24岁的时候就回来种莲雾了，差不多现在已经做了快10年了。因为真的在外面觉得没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了。说坦白一点，可能不会这么入位啦。换只脚。想说爸爸年纪也慢慢大了啊，没有赶快学到这个技术哦。老人家有一个年纪的时候，变成换灯的时候，他不愿教的时候，那我就麻烦了。我这支要安怎背？啊，搁咱一个瑞龙出境听咱遮龙友上有气的呢，70岁对不对？少年拼到即阵来对家己较好咧。你若透早起床甲啃2粒就好。屏东地区边的你拍7893838，谢谢。一般年轻人有时候不喜欢务农啊，看务农又看不起啊。啊，你伫公园做农过辛苦，啊，唔好归来，唔好砍得咯。啊，伊个又归来啊呢，啊，都本伊就去做啊呢。啊，人家讲中年不中年好个人。各有心得啊，又要传钱米，如要米啊，你1年啦，莫讲多啦，年收100万绝对没问题的啦，哎，很严谨啦，哎。Esto en serio.
我头啦，拍3两的咧，头一拍3头两。啦，存了田水桶啦，拍3两的啦，头一啦，唔拉啦，头一啊，要嘛钱多咧，你讲头一3两的啦，哎呀，来来来，我第一天拖，你那绑啊，端绑啊，过来过来，好了，你个推啊，唔過去啦，唔免硬用啊，吼，冇啦，這個都鐵定你啦，冇啦，這個唔乜企啦，哎，這啲啊。这是这边。大王子要调节我们的产期呀、柠檬古包以摧毁几率比较有把握，因为它完全是低温、低日照、低氮三项物件拢甲控制掉的。网啊掀开，我吹火吹咧，伊就火拢出来啊。网子盖着它，日照都没有了，他以为是冬天的啦。你网子掀开来，他看到那个太阳有没有？它爆发性很强啊，他就醒过来了。像这个莲雾啦，很好骗呐、人也很好骗呐、诈骗集团骗你，你也信呐、工作忙了累死还要煮，我夹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反正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农家没跟他煮酒，被冲啥冲啥。他回来问我，但是他赚的钱就是要享受，伊袂呛。吃老母，我困老爸。他没有花钱呢，全部都我们在花啊，他只是吃个早餐而已啊。他来照顾的草就很长啊，管理又管理的哩哩啦啦。练了他不高兴，我现在不练了，以前是会练。做这任务哦，你唔茫讲工课来找你，你要去找工课啦。赶紧做一做来，那个练哦，迄个工课啊，紧做做的。要做啥物工课，紧做做，唔好等下咧要做咱唔做，收着咱做，逐工拢安尼。农休期就跑一下都市啊，感受一下。你长久以来哦都在乡下，你们真的感觉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像老一辈的农夫啊。
比较繁荣，对啊，这些要什么都有什么，吃的、喝的、玩的，哦，吃喝娱乐都有。啊，嘉东很淳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啊。像我爸那一辈的也才有地方可以去啊，就有小吃部啊。回来种莲雾种10年，不用我爸妈去鞭策，你知道吗？我就自然而然去买书来充实我自己啊。我不要当那种草根性的农民。你想要颠覆？对，我要谈吐之间，我去跟朋友聊天都还可以讲出一些比较有内涵的东西，朋友就不错哦。对啊，主要还是一种虚荣心呐。你看这个这么低了，所以都会完整一样。哎呀，小查甫人去下迄护腰，较无看头，对唔对？但是哦。那个腰痛起来，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要用了。我就是跟我爸学习，他讲什么说要叫我施肥啦，这个时间要叫我做什么动作，不一定会听他的。我现在想的就是我们年轻人一些比较新的思维，因为我爸他是用很大成本，就是跟人家进一些进口肥料啦，去做莲雾的那个养分。我的收入已经固定了，目前要做路工大呀在成本，那可以再次进步了。你现在还没有驯化，像野马一样。你现在像我现在要用化学肥料哈，稍微重一点给它，它野骨啊，那里面的骨啊，那也灯血，真的啊，别人学不到的啦。哪一个枝怎么样，我都摸得一清二楚的。你自己的小孩子，他那个性哪还了解啊？儿子他有时候我讲了他不听啊，对不对？莲雾树了，你在听吗？他不会讲话，他会听我的啊，这样啊。因为它这个品质哦，在这个业界算数一数二的啦。我们在聊别的事就比较不会。如果说聊莲雾的事情，那没有讲很久就差不多要吵架了。它是恨铁不成钢那种感觉，有没有？只是我克谁年轻人，还好上的啊，总好上的，好上的比较有变头啊。小心哦，不要刺到人哦。中秋节快乐！
哦，这个好。连米红头哦。啊，中秋节快乐！哦。哦，罗董，你从大陆拉人民币回来哦。一堆全部人都在等你啊！小孩子好，大家好。因为你要提现金回来嘛。这不是现金吗？不是。你放几天？8天啊，那下个礼拜才回去啊？对啊。哦。好难得见，好难得看我们这么一家这么多人能够好感动啊！我怎么点不着？啪！你看，过来啊！他不会啊，你看在这边而已。好漂亮哦！请讲，爸爸，你要抓的这个。没有完全是你不知道你这样放在哪里。这个台北3重是吗？没有啊，台北市的啦。哦，台北市啊，对，台北市，台北市回来最远的，对，从大陆哪里？我在东莞国中、高中的时候，我们每天几乎只要假日休息，都是我爸妈都带着我们去田里，在莲雾园里面扫那个叶子啊。我那时候我好辛苦好累哦，我妈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是说你将来是要拿大的笔嘞，还是要拿小的笔嘞？所以我就想，我一定好好读书。他们从学习到成长到出社会，都是共同脑的。其实我是从小我就付出体力了，从小就打架打到大了啊，就是付出体力啊，所以我们就要付出体，长大就要付出体力嘛。他们是动脑的。在大陆我没有骑过脚踏车，我出门都是开车的，哪怕是100公尺我也是开车。不晓得你走在路边，可能背个包包就被抢，打个手机可能就被抢，所以与其开车吧，就是这样。好的，好。哦，这个也还有很累。没有啊，我就很少我常常都在空调房里面的。每天在家里就是很早就睡了，我可以一觉没有任何牵挂的，一觉就到天亮。常常在大陆那边，我可能好几晚我都睡不好，因为真的有好大的压力，可能工作会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让我会感觉越来越憔悴。回来真的好像就是回到婴儿的感觉，就是像婴儿这样子，很轻松自在，然后就回到母亲的怀抱这样子。好。啊，好清凉哦，冰冰的哦。他现在赚钱，他会想妈，你都走动嘛，去哪里玩？莲雾赚钱不赚钱没关系，好，只要你动一动，这样就好了啊。多出去走，不要说一直忙在莲雾。要偏咸的。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就从放电影开始。那时候大家乐也是很兴旺，
人家有中奖的就会说啊，来答谢神明。有曾经那个月放到100场。天陽入馬來培宴將大家是播出來看天陽安排天陽呢來共祝我哋萬山呀普渡公嘅聖誕千秋。有一段时间是很风光啊，出去到哪里放映都人山人海来。放一场有时候100-200个、200-300个都有，到最后就剩下1个人了。那时代料对手的眼光更是妖红的手下。咁到聽日唔係講啊，咪咪要我做啊，像安布頭、石頭、20頭，你冇做天樣嘢改行啊，做要10年後，那要開始落去重點部啊。这已经种了8年，这一次的花最好，真的很多。我的理想是这样，那时候我公教人员薪水不高嘛，我就要跟我交往，我不要。30几年前我是公路局上班，公路局的车长。能当上车长小姐真的是很风光的事情，但是我做不久，2年多被追走了。他很黑啊，人家他讲啊，我不是学无细，我是学条底，我就不会说嫌说不能不好，我就喜欢。安排了，我打呀，转下来了。那里啊，那里那一颗。你哋咪打過嚟啊？冇啦，一定冇啦。这个花大家一起来的，我为了要跟人家错开，我动作要快一点，提早他1个礼拜到10天采收。辛苦是我不觉得辛苦了，我还是觉得说，有工作比没工作好了，有饭吃啊。我这个人也是劳碌命啊，用不掉啊。以前他们家就养鸡了。鸡屎虫我会惊啦，尿酸啦。阮老爸就一直讲，好啦，无你要嫁啥人啦？你也无栽条嫁较好的啦3比8，我就跟阮老爸结去啊。你要叫我嫁的，如果我嫁的不好，我回家吃你啦。他说好啊，所以我才结婚的啦。嫁翁爱嫁较厚啊，咱袂使修厚，咱修厚就做死。某若感觉翁有经营啊，这个老的咱唔免做，对不对？
我就骂啊，讲啊你读到他也大学是很强势啊。我哪有很强势？我们年轻也时常吵啊，这样的，时常吵啊。我没有很强势啊。现在我拢伊那个连我了这么听啊，行喺边啊去了。他喜欢唱歌，喝酒唱卡拉 OK， 然后妹妹坐腿上。哎呦！你又没有看到。妹妹坐腿上。你女儿在这里呢，你不要讲那么不好听啊！太吵了。以前年轻真的每天晚上出去找老公哦，你知道多可怜？嘿，我准呢，就是台风天啊，外口空空，我会惊啊，想讲，哎呦，几点啊，搁唔转来，好啊，来亚德啊好啊，西瓜刀，我穿着睡衣，然后穿雨衣。好，一声若讲袂听，我有迄口，有迄手甲剁咧。我来食无一饭无要紧，我无爱互阮遐囝哦，迄财产都互伊拔了了。我还是为孩子想呢。现在没有了啦，年纪大了都要睡眠比较重要了。白天很累，晚上8、9点就睡觉了，哎。都快要爆干了，每天都忙着赶不完的工作，就练武工作就这样子了。我叫我婆婆来吃饭。啊，我们这一辈哦，要侍奉老人家，要侍奉媳妇啦。我们是末代老人啊。一直想，为什么我会那么苦？是不是我业障太深？走了，拍谁哈？没关系啦，去拜佛念经哦，是消业障。天茫公走啊都团舞，当因因真做动总是做，农家人啊目珠金金，爱看天时爱看土地，因伊看过因伊，好天经伊，落水经伊，因缘盼过。耐心点情盼啊盼。睇行咁嚟啦，如果坐啊，我係落去啊。这样你可以笑。哦，今年都练舞很多哦。我们做工作就丰收，他们还不知道啊，他们还没有说啊，要靠那个天呐。有一年我记得好像是纳莉还是赫伯，全部倒光，一天就死一棵树，一天就死一棵树。你要挖多久？你要挖2、3个月呢。那这么多土啊！台风走了，一起来看的时候，2个人傻傻的坐在外面。我今嘛是很得嘞，我都跟流，我爸要抽我时候，我今面很得嘞，怎么办？
拿锯子开始动了啊，没办法，然后就是还要重新再来过，那种累哦，跟那种压力很大，那时候就会把塞赶了，继续做。现在想到还会很痛苦啊，但是非做不可。对，我觉得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刚回来做的时候，很多朋友、很多同学都看不起来。现在后面很多朋友都追着嘎米有莲雾吗？就一直来问我说有没有莲雾可以吃。那我当然有啊，拿钱来买啊。我有一个有那个倔强的心啊。你快点去买，妈期刊谢你，然后做本刊。只要成立网站的合约要打，不单只有莲雾而已啊，就是所有的水果啊，自己要去找。他很想出头天，反正他就没有那个运。你没有那个福报，你怎么会有那个命当老板嘞？对不对？他把我当成那个高低杯，我很讨厌。他不听我的话，他损失多少钱？这里新鲜果蔬哈，你可能需要帮我去挑，你可能是做什么的？可以挑20个。香蕉、芒果、番茄、莲雾。讲实在一点，就是利用我的客人，再去帮我推这个网站。我觉得应该是 so easy 啊！我要利用这些，利用我老爸，利用我妈妈，利用我舅舅，叔叔阿伯，这样子就够了啊！我干嘛那么努力做啊？因为这个大家族，这原本就是会的。背地里去讲我的怎样，要你也知啊。我现在在搞这个自创品牌，我在房间里不是睡觉，是在办公。被我做起来的话，你就给我点点的啊。你要去做就去做，你的代志谈你的，我也得袂到啊，对了。不爱聊，我现在放下不念了，随便他。照中，照中。哦，哈哈哈哈哈！
你说这个练武是不是摇钱树啊？你看现在一串一串哦，都是大的都鼓起来了。写一个可啊，可以比赛啊，做记号的啊，罗家明写的啊。他留很久的练武啊，可是哦那种练武去比哦，大部分都有瑕疵的。有瑕疵的啦，哎呀，这傻瓜，这个太熟了，这个很甜呢，这个还差不多有14度呢。这算3颗的，我感觉很漂亮。这个就可以比了。这个前3名一定会有啦，我要第1名，我不要第2、第3啦，那个没有用，我一大堆啊。就这些，第1名来了。不要那么臭屁啦！那个还要田园管理，它简单哦。3名以内没有，我还是要去农会看一下，看他们交的货怎样。我应该有8、9成把握啦，因为其他名次哦，家里一大堆了。就这个全国的竞赛，我们还没有得过第1。因为它这个比赛分2阶段了，它是有个现阶段就是那个水果的评比嘛，那第2个阶段就是果园评比了。嘿啦，加面啊，嘴用特动的，你知道吗？怎么可以没希望？那你觉得？我觉得这第1名无价。我再怎么辛苦，比如说天灾啦，或者是晚上在棉被里都会哭的那一种情形啊，只要拿到这第1名，一切都消失了。对，很爽。就为了这个啊。这样啊。爱好天嘛吼，差8.7分啊，不可能的！想要第1名，然后我晚上那个得奖感也可以撕掉。分数落差太大，我很难呐。但是我第3名还有机会啦。田园评比之后，我分数会拉起来。这个田，我花了很多心思在规划这个田。真的很奇怪，这里面有瑕疵啊。它的口感有没有？它18分呢。没有啦，这样子讲，有冠军加持，我在网络推销哦，对，比较有利。
臭屁的啦！伊是讲伊伫网站啊第一名，伊咧袂当抬高身价，在一本来1盒1500的要卖2000，我讲咧偷甲歹啊！即摆迄个经济啊，有人在买迄。我想说，我能采到有钱就好，我不要强求那个东西。他们只是看到眼前的一些短利啊。来，我要很像啦。我要看到很大的、很庞大后面的利益，我们要这样子想，我就想要去做这种事情。哎呀，阿伯，来看哦，阿伯，水的呢，这不是乌鸦的呢。不要紧的啊，要无啊？啊，好，谢谢啊。来哦，莲雾哦，最后一批少少的，现在剩剩的啊。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瑕疵品，我们拿去吹起卖嘛。伊的声音也讲，哦。你是第几名啊？你的莲雾也看起来好像不错呢啊！你是第几名？哦，我没有得名，但是我是第2名，我不敢讲啊。那时候他那个小孩子就跟我说，那我要去跟第1名的买。哦，那时候打击，这当然是给我一个进步的动力啊！哎呀，会想要一直在突破。啊，我是会烦恼说，我身体不是很好。如果我哪一天怎样，他又没有结婚的话，我怕他没饭吃。饼，个数量啊，哦，是甜甜。谢谢。但你啊，一开半。是啊，你用的。还有东西不卡钱无人。我恁出新品啦，今年出。叫你哦哈。开甜甜不太敢吃。嗨，你们做阿婆哈，加油！提梦啦！罗家明加油！希望啊！加油！我是很希望，可是他们都给我失望啊，没办法，只好接受。加油！哦，接受就没事。吃了，明年就有了。明年就轮到你们了，很快。好可怜啊！就刚好女儿回来，回来她说她要种莲雾，我就说找一块适合的地啊，她的种莲不安尼，她技术方面是不用烦恼了。
我从小的梦想，我10几岁的梦想就是一个房子，然后在外面工作，觉得2万多块薪水，存不到多少钱，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买一栋房子？不行啊，对啊，所以那我回来做农，靠自己双手打拼，或许会赚得比较快。就觉得很期待种下去那一刻，然后采收的时候，在3年后，可是也很怕失败。不会啊，他有他在，他在撑着。像去年啊，台北的拍卖员，他会讲你今年的莲雾比你老爸的还不错哦，哇，那心情爽的嘞，哦，对，就是这种 feel 啦，就是这种 feel 让我真的把莲雾哦，真的当然已经在我心里面翻滚了，对，离不开了，永远都离不开了，这一辈子都做到死。在家里是我爸吃饭，我在洗澡，我妈倒垃圾，抽不起来啊。平常在家里吃饭还没那么倒，还没有那么齐。现在是劝我们家民还没结婚这样子而已啦，也没什么好烦恼了。你若骨力，我就无烦恼啊。